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丽莎。顶摆咱有介绍秋天的季节，即摆咱要来介绍的是冬天12月份到2月份的季节。有诶伫秋天介绍过的季节，咱伫冬天嘛看会到，亲像柑仔、柳丁、甲楧仔，因是为秋天的尾仔就开始出啦。所以伫即集咱袂阁去介绍秋天已经介绍过的季节啊。因为安尼，冬天才开始出的季节就有较少淡薄啊。所以即集除了要介绍冬天的季节以外，咱阁会介绍规年冬天拢有的季节哦。娃娃 TV。金枣，金枣洗了有淡薄仔像细粒的柑仔，毋过伊毋是圆形的，伊是鸡卵形的。金枣的皮甲肉无好分开，所以食金枣的时阵毋免剥皮，规粒直接食落去就会使啊。金枣对人的脑真好，有止嗽化痰的作用哦。金枣的生产期是12月份到过当年的2月份。芥辣，芥辣是一种洗了甲金枣足像的物件，拢是细甲粒仔。毋过金枣是鸡卵形的，芥辣是圆形的。金枣的皮歹白，会当割皮做伙食；芥辣的皮好白，袂当割皮做伙食，会苦苦涩涩。芥辣基本上拢是用来泡饮料较济，亲像有一种饮料就号做荆棘柠檬，荆棘就是芥辣啦。芥辣的生产期是11月份到过当年的2月份。枣仔，枣仔是一种真好的果子，听讲伊的维生素 C 是苹果的20倍，所以食枣仔会当帮助你增加抵抗力。伫即个疫情的时代，大家冬天会当加食瓜哦。枣仔的生产期是12月份到过当年的3月份。柑仔蜜 tomato 即个物件，阮南部叫做柑仔蜜。我足早以前有做过一个影片，我伫内底就叫即个物件柑仔蜜。毋过后来有真侪中部北部的人拢走来甲我讲，因拢是叫 tomato， 无听过人叫柑仔蜜。我就想讲，啥物？我自细汉拢叫伊柑仔蜜，原来伊毋是叫做柑仔蜜，是叫做 tomato。后来看大家讨论了后，我才知影，原来毋是全台湾拢叫即种果子柑仔蜜，有的所在是用日本发音的 tomato。我感觉台语真趣味，我自细汉拢是讲柑仔蜜。颠倒无听过人讲 tomato， 开始做影片了后，才知影有人是甲我颠倒饼，敢若听过 tomato， 无听过柑仔蜜。我若是无做影片，可能即世人拢袂去注意到即个问题。好，柑仔蜜 tomato 的生产期是12月份到过当年的3月份。草黄。我因阵号做草莓台语号做气泡，毋过后来才发现草莓的台语毋是叫做气泡，是叫做草黄。气泡是一种甲草黄生做足像的果子，毋过伊是野生的，大部分拢是发伫咧路边田边。气泡用华语来讲就是野草莓啦。好，草黄的生产期是1月份到3月份。好，刷来咱要来介绍规年冬天拢有生产的果子。木瓜，木瓜规年冬天拢有，毋过若是要食到甜的木瓜，就要等热天。芳瓜，芳瓜嘛是规年冬天拢有，芳瓜阁有分洋芳瓜甲甜瓜，阁有分红肉、白肉、青肉，所以有遮尔侪品种。当然嘛，规年冬天拢有。椰子，椰子基本上规年冬天拢会开花结果，所以伫台湾规年冬天拢会有生产，尤其是热天的时阵上介济。芭乐、拿芭乐，芭乐、拿芭乐嘛是四季拢有，尤其是热天的时阵上介济，所以介绍嘛会较俗。金蕉。金蕉就免我讲，大家应该规年冬天四季拢看会到吼，无毋对，金蕉就是四季拢有啦。金蕉是一种足好的果子，听讲对闭结足有效的哦。好，以上就是5种伫冬天开始生产的果子，甲5种规年冬天拢有的果子，提供互大家参考一下。
毋过也是迄句话，这生产时间无一定会准，敢若会当参考尔尔。好，所来咱来复习今仔日所学的果子：金枣、金枣、桔仔、桔仔、枣仔、枣仔、柑仔蜜、tomato、柑仔蜜、tomato、草黄、草黄、木瓜、木瓜、芳瓜、洋芳瓜、芳瓜、洋芳瓜、椰子、椰子、芭乐、哪芭乐、芭乐、哪芭乐、金蕉、金蕉。好，大家拢学会晓啊吼！毋知影这10种果子内底，大家拢较爱食倒一种咧？欢迎留言甲我分享哦。若是大家会当开始练习写台文，我会足欢喜的。无晓写几句的嘛，无要紧，只要会当甲果子的名用台文写出来，我就足欢喜的呀。好。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喜欢我影片的话，你袂记起赞、甲分享出去，也袂电话观众朋友嘛，袂记是只电话的好快小铃铛，安尼个收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袂记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